家家有好食，马上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是扎伟。大家好，我是静静。你要怎么搞？等下，木头没？唔系，乜嘅唔系？我聲音點啊？我潛當久呢？唔系黐乜計啊？你先同我講啊。唔咩啦，我兩年的，嗬。 T15比嘅，我啲潛係寫是一個米絲肥衣，世界改肥你，乜改肥你？我啲潛啲糯米絲，你知冇？你看你一聽講咧，強陽，係冇？你吹氣，哎呦，好鹹的味道。我講你聽吃到了強陽，唔過真嘅冇強陽，你5種可能10種米絲。 挑油所以無強用釀造的方法，所以出現無強米絲，我一直都潛唔到啊！細細時間嘅肥，我當時係叫當鹹，要不要洗腎？太鹹。跟你小人家用起能幫助。挑油吼我查過誒，最早記載啲3、4千年以前吼，朱赤周朝處記載，嗰當時應該係和尚誒，吼唔拄好就發現到有挑油。 哇！原來見日常生活有嘅東西，冇去注意過，原來係和尚發明嘅。係唔係？你識睇有食有蟲冇？有蟲。酸有蟲啊！你看兩張地。真正嚟上係地基樣板做嘅係因為上係儲藏安全。我是想講，係唔叫嗌，生嗌叫唔嚟。叫嗌。叫嗌，係咪張能源出來？我係唔叫嚟叫嗌好嗎？好啊好啊，叫下來認識。挑油能源，然後分享林晨輝，林晨輝。啊，晨輝你好哦，講。就是我，安醬。你好，你好。跟龍人你講吼，你有冇特別對挑油吼，按研究的這麼透徹？先介紹一下你精通的醬油好不好？我們家的醬油其實分很多種啦，但就是因為目前我們跟市售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我們是用天然靜置純釀造的方法去做的。等下，天然靜置，靜是安靜的靜，安靜的靜，就是放在那邊讓它釀。就不是像普通化工醬油是可能時間這麼短。我們的做一罐醬油，我們時間要5到10個月，這麼長的時間去做的。你講一罐挑油，對，5到10張嘢咯。對。還講一般的挑油的話，不是靜置的話，可能很快就有了。你現在是不是一直聞到我嘴巴有醬油的味道？很香，是你們家的醬油味，對不對？很香，對。對，因為正常化工醬油來講的話，他們只要3到5天就可以做成一罐醬油了。對，就是這個是有差別的。跟我有問題哦。挑油來講，一定要放冰箱嗎？還是室溫？如果以你們家的醬油來，其實我們家來講的話，室溫就可以了。不過我們因為不能放太久。對，因為是天然的。是天然的。那可以放多久？一般？一般來講的話，最多就1年。1年不用了，不用到1年我就吃完了。對啊，我們家醬油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什麼菜都可以做。好，那今天呢，既然請你來了，幫我解答一些我心中的疑問，拜託你幫我找回我記憶中的老味道。傳說中的老味道。對，傳說中的老味道跟利用你們的醬油，拜託，因為我用客家，用客家的方式來請來以前肥椰肉米絲，我就覺得只有醬油可以幫助我，你用鹽巴也不行，那真的要洗腎。好，那就開始來用做菜，好不好？好啊。好，先做什麼呢？我們今天做了一個醬燒美人五花卷，有茭白筍、高筍，然後我們的醬油，然後還有我們的蘋果醇。好，你要先做什麼呢？然後我們現在先把茭白筍，因為我們要包肉的關係，所以我們盡量把這個切成就是跟肉差不多寬度的，是，對。然後我們頭的話會切掉。好，你應該平常有在下廚吧？有小煮。給兩頭做很多醬燒美人五花卷，對不對？這是你自己發明的菜，還是你在記憶中有吃過的菜？其實這是我自己在家自己會做的吧，因為我喜歡吃比較輕一點的料理。就是看你身材就知道，真的，不然你轉頭看一下茵茵。
他也是跟你一样。但是我都吃节目的美食。哎呀，那身材还是很好，是不是？对啊。好，Andy，茭白笋客家话怎么说？是搞笋，搞笋嘛啊，搞笋切安尼一块一块的哈。好，哎，就是像这样子，它包起来。一般讲凉肉第超级市场就买得到哎哈，对，买得到，就是火锅肉片就可以了。其实火锅肉片就可以，就是很好，很简单就可以做啦，在家里肚子饿就可以做这道料理。来讲正经的话，刚刚是给不开 tell you 啊，按照我们的陈慧说的，如果是一般的，就是3到5天的那个叫什么酱油？化工酱油。化工酱油的话，你会细哈，它会死咸，对，而且它可能在嘴巴会让你会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对，不过记得 tell you 哈，吃起来有一种甘味，就让我想到我的人生，所以加起来叫做甘味人生。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呢，因为我刚吃到那个酱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们不是买一罐的耶。譬如说到一家酱油店，就是木桶，用打的，就是自己要准备器材，其实很环保哦。对，真的。自己准备。以前的跟对自己给它准备干呢，也还讲桶哎。那个以前都会觉得是杂货店，现在不是。它就是一桶，然后它装给你，很快 Q， 真的哈，我穿越了。不过给年份啊，加钱的样板色，年份越久就越贵吗？其实没有哎，其实是主要是看它的酱油的甜味，对，纯度，对，纯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甜蜜还有笋度。这是民国几多年的事情啊？大概是清朝末年，太接近民国，讲开心了吧？好远哦！我现在穿越是太久了，毕竟酱油是3、4千年，我清朝末年啊，你没看我现在额头有点高，就长回来。我也是清朝来的，你也是对不对？对，我也是清朝来的。我看一下，哥哥。叫我阿哥，我大概7阿哥，你也不要笑，你自己还不是，你比我前面，你3哥哥，我觉得你有跟书画说什么，把我额头比我高，怎么可能？好啦，开玩笑的啦。好，你要立出建议了，那有点热锅，茵茵可以帮忙哈，你要哪一面放？我教大家，因为这个它有个小诀窍，就是我们为了要让肉不要散开，所以我们会让接缝处粘接缝处，对，我们要先煎它，先煎，对，我们就可以先煎它。好，茵茵可以哈，你找得到接缝处吗？做的，可以做得好。好，做料没有懂西行哈，所以你刚刚说你只是小的煮，不常常煮。那你自己的厨艺都跟谁学掉的？跟妈妈。跟妈妈。对，妈妈学比较多。因为妈妈客家人很会煮菜。哦，对哈，真的很会煮菜。那你应该是从小已经离开家乡去念书啦，对啊，然后所以客语都忘记了，直接忘光。对，可以慢慢学回来。可以啊，就是其实阿婆他们讲的还是听得懂。对哈，阿婆。对啊，还是阿婆啊。你讲好的很会糖啦，对啊，会听啦。刚刚陈飞宇讲了一张充电哈，所以讲煎那个肉煎的接缝处哈，用个面下一剪，其实会缝起来。你看哦，煎肉啊，还有点高顺。抹茶嘛，有的人有没有讲啊？我要让它粘起来，我就弄一点太白粉什么的都没有哦，它就是很健康味道。甜眼。那我们可以把它煎的有点焦黄，对不对？这样还需要加水吗？不用哎，等一下我们做酱料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对。阿婆现在还在吗？阿婆还在啊。那你有做菜给阿婆吃过吗？很少哎，因为回去的话，阿婆都是说，就是她都会煮很多的菜，阿婆做给你们吃，阿婆都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那阿婆，你觉得阿婆煮给你最好吃的菜是什么菜？最喜欢一道。我知道你每一样都一定很好吃，跟我一样。对。但是你一定有一个，我每一次回去都想要吃的，譬如说，我大摆转去，黑阿婆和菜饭啊，大摆转去一天要煮的那头麦豆炒了。我就好爱哦，真的，因为他们的味道就是有点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啊，就是它佢当简单，对，不过佢当盆的感情，就像黑色豆 tell you，所以提讲，哇，原来这酱油是我小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啊，谁时节感情。那你呢？最喜欢吃的就是
姜丝炒大肠，回去一定要有，一定要有。素露菜耶。对。第一呢，你一定也很想阿婆哈。阿婆年纪也还蛮大的哦。阿婆95岁。对啊，阿婆会煮菜给你吃。她现在不会了啦，对，但是好得就是人家嘅阿婆啊，佢要教愛落煮佢嘅菜，所以愛落煮出來嘅菜，同阿婆嘅面是差唔多，所以唔過阿婆會遙控他，就會比如講阿弟弟啊，佢咪愛轉去，佢就會講啊，愛煮乜雞，因為佢愛食乜雞，阿婆就會向佢煮。對，你最好是阿婆煮嘅乜雞？撈豬腳。哇，真的好厲害。差唔多，你要去剪咯，有一啲咧擦擦嘅吼，要記得咯，你要兩面吼，咩一定要剪到哦。好，跟住下來係唔係可以加醬料咧？对，差不多了。好，那我們要拿這邊的醬料了，對不對？我們直接好醬油。對，醬油。好，醬油跟水果醇。醬油跟水果醇，哎，來，你要先放什麼？我們先放醬油。好，嗆一下鍋，讓醬香氣出來哈。好了，調油咯，聲音哦。哎，你放某邊哈。對，然後。那我們的這個蘋果醇，我們蘋果醇直接就先放嗎？直接加。然後還要再一碗水，還要再一碗水哈，就是1比1的。是的。然後我們就慢慢。好，要讓它對燒乾嗎？就對，讓它燒到醬比較稠一點點的時候。好。哇，其實醬還蠻厲害的哈。如果說你某一生肉嘅飯，你做得飽配的東西。對啊。哦。對。哇，已經有醬香味出來了。這看起來就好可愛哦。而且設計這樣子1口2口的，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好，我們的那醬哈煮都差不多哈。對。然後有一點稠度了，就可以起鍋了，對不對？可以起鍋了。好，來，你看裡面當油 Q 哈。就希望可以讓這個食物好吃之外，也很好看。對，要美美的。就是2條非常漂亮的美腿要上桌。其實我吃到啊，底部都會講熱甜包竹筍那種的啦，用筍子來做也是可以的。好，是不是最後再撒上芝麻呢？淋一點。好，先淋上醬汁。好，來給我。好，謝謝。就是白芝麻也可以。對，就是漂亮就好了。好，完成了。很香，非常的香。真的香。這個美人做的。2套料理，龍太甲講要請大家吃的是什麼呢？醬燒美人五花卷。來，好，先放玉米筍，還有哇，大量的小黃瓜，撒好了，來邊個係小番茄，甜鹽的蒜米，然後等一下你的水果醇結合在一起，然後我們可以把2個都放進去。好，哇，你的花枝也是很大氣哈。調好之後呢，我就把它淋下去。哇，皮豆都流很香，就會肚子很餓。很開胃啊，是，真的很開胃。我第1食到水果做得溫辣豆瓣的。江小名影五法店，這名字取得真好。我們看捲到哪裡去哈？我到到按捲按叫啊，底部度嘅高順味，軟體也係一個冇脆度，它的脆度跟甜度還在。對，很好吃。我覺得哈，這個醬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你比起本來肉變得還要鮮一點。雖然講冇乜有啲炒炒，不過無損於它肉的原味。係，香港呢個醬啊，甜甜嘅，本來筍呢很下甜，就有鮮甜味。對。我有想到呢，我有想到細細時節去，譬如講去荷包料，
有没有因为茭白笋是长在水里的嘛，你会觉得好像踩在那个河坝的感觉，河坝的感觉，米汗的那种感觉，吼，系啊，不过米汗呢？米汗的。我就想到啊，佢後肉啊，你佢講緊它是種係食你係散散，吼，特別你嘅山產啊這些，佢講到米汗呢，咁有法度讓你係頭肉用在海產當中嗎？可以用在海鮮上嗎？其實都可以耶，真的哦因為我們的醬油是適合任何的烹煮方式，那跟任何食材都是很搭的。可以做的是海鮮的東西，下一道菜來做個海鮮吧。好啊，好不好？好啊。哎呦，好厲害！哪一道？我们是酱香雙鮮堡。这个酱香双鲜堡，看天拿2種堡，好不好？来，宝贝来了。酱香双鲜堡哈，双鲜汤起来就是海鲜，对，然后有2種海鲜。为什么特别挑2種海鲜呢？来，因为这2種吃起来口感比较不一样。对，但花枝吃起来比较脆一点，那这个当然吃起来比较嫩一点，然后整个口感吃起来会比较好，层次多一点啦。那这样子，这个是要炒呢，还是要煮汤，还是要凉拌？就凉拌。哦，是凉拌菜哦，好特别。好，你凉拌菜准备还有 tomato， 还有你的小黄瓜，对，小黄瓜，还有很多。薄削笋，对，客家话我们叫玉米笋，薄削笋突然想不起来。好，你为什么特别选这道菜？因为这道菜夏天非常适合吃啊，对啊，很开胃啦。就是你朋友来啊，你也可以做成开胃菜，请大家吃这样。对，重点是我们又要用酱来找到回忆了，好不好？好，回师了之后。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切虾。好，我们就先开背。先开背。对，等一下呢，它就会很漂亮的开花。对，好。好，那我们开完背之后呢，我们就去头。哦，要去头。对，我们要去头。直接去头。直接去头。那头还要吗？头要。哦，头还要。头其实虾的头很重要，因为虾的头你之后可以拿来炖海鲜汤啊。哦，可以练虾高汤。对。哦。然后煮粥啊，这种很方便，很适合啦，很香。当然了，如果不吃海鲜的话，我想放鸡肉也是可以了啊。对。就一般大家最常接受的就是给肉，好，给熊脯肉。对，鸡胸肉。好，再把虾放回去。好，虾头先暂时留着。好。好，那我们花枝的部分就是我们都把头去掉。是。对，我们只要留这个地方。哦，也头的部分也是不要吗？对，我们头的地方一样可以留下来煮其他的海鲜粥这样。这道你自己曾经煮来吃吗？常常煮来吃吗？我看你吃都蛮养生的。常常煮啊，而且夏天没什么胃口，说这个很适合。做对哈。对啊。好，先把这个花枝两边的侧翼哈先去除。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先画刀，对不对？对。做个小花样。先切法。对。所以这一道菜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你的醇为主，对不对？对，会以就是醇为主。譬如说水果醇为主。对，水果醇可以做这种泰式酸辣的感觉。对，因为我刚刚看到海鲜，看到按都会抢出来，按都会生啊，就会想到泰国的泰国的料理。所以对于行销上面来说啊，一般人譬如说。对于酱油都会觉得是很传统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在行销上面给大家很多新鲜的东西？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其实主打还是希望告诉传统，对，交给社会大众，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还是要知道这些食安的问题啦，针对你们到底吃了什么东西，这样，对，要有这些想法、这些观念，对，所以我们还是主打以真的是以淳朴，就是淳朴，像阿公阿婆他们那个样子，酿造酱油的感觉。古时候啊，这样讲，唔看其他用的按当新菜，唔讲来吃到阿公阿婆传下来的嗰種型，還有嗰種歌星，其實是不會被忘記的，對不對？好，你要神湯，滾誒，我神湯嘛該。我們先燙花枝，好，神湯花枝，加你嘅陳飛講，燙好嘅花枝咧，等下不用冰水底杯度，可以讓它稍微緊實 Q 彈一點，對，會脆一點。記得我們燙太久，不要燙太久哦。對，我們就可以燙一下就可以上來了。是。差不多。
好，谢谢。好，在冰镇的同时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虾子放进去。你也没有特别剥虾壳，对不对？对，因为这样才不会把虾的甜味哦对被煮掉，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烫完之后再剥。所以等一下冰镇完以后要剥虾壳，对，那就要麻烦茵茵哦。可以吗？可以。先下手为强。差不多了。好，撒下来咧，要用加汤好的下锅，不用落冰水伫边度。谢谢。等一下就要麻烦茵茵了哈。好，好，撒下来咧，你出来切两条蔬菜，对不对？好。我们先切小黄瓜，好，去头去尾。是。我们要切成片状吗？对，切成片状。好。哎，我刚刚好像忘了问你说，你开始接触做跳友的行销，按你几多年啊？很多年喽，快10年喽。真假改？按 Q。快10年怎么可能？真的啊。唔讲你一开始係做美术的，对啊。但你转去做按用嘅工作嘅时间啊，会不适应哦。会耶。关。就是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专长啊。对。对啊。因为你学的是设计嘛，对不对？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度？就我所谓困难度，就是讲有赏识啊，你会想讲，我是年轻人呢，我希望我即使要保留它的淳朴，可是我希望有一些新的元素进去。所以我们就是会在包装上面下功夫，就是在包装上面。当然，我知道在食材上面是不可能改变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老一辈的人可以接受之外，让新的年轻人也会很能够接受。所以就是要加一些文创的一些元素在。特别是这几年流行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文创的东西哈。你要懂中药呢，知道有好的包装，怎么有好的。统路，这样会文喊他东引底。我觉得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对，因为行销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哎，你刚才就知道好奇嘅事情啊，就会你在创意啊跟这个行销上的手法，是不是有跟家人一起共同想过？然后其实它就是越来越让大家知道。对，他们就是当然还是支持我的想法，只是因为以现在时代的潮流在走的话，对，当然还是我们要跟着潮流走，可是还是要保留原本的淳朴的感觉。嘿，好，包熟型哈，等下中央切一团一团的哈。其实玉米笋是可以生吃的，因为现在的玉米笋越来越厉害了，有一些 NDS 烧烤的时间还有一个包起来的那种哈，它吃起来就是甜甜的。好，还有 any tomato。中央切堆片哈，好，今天因为做的黑是凉哈，是凉的这个食材，所以蔬菜的部分出清凉馅几家，好色嘞，好，对，看几家要用 tomato 啦，要用马改路做的，然后什么样子的形态都可以，最主要是吃的健康，吃到食物的原来的味道哈。好，现在呢，我们就等虾子剥好，好，我们就开始要组装，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些都放下去。可以。好，先放玉米笋，好，还有马该，还有哇，大量的小黄瓜，但可以看自己的量，看自己的量。对。好，我们平均一点，好。再来，撒好了，来不用黑小番茄，就是点缀一下，点缀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让它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啊。甜盐的酸米，然后等一下，你的水果醇结合在一起。好，好，把2个都放进去了。好，虾公，还有法吉，哇，你的花枝也是很大气哈，很好。好，以前都不用落去，接下来要放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放我们的酱料。酱料好，先放什么酱？我们今天先放水果，我们其实是把它拌在一起的。这2个是拌一起。那告诉大家一下，今天这个是什么醇？这个是一样，我们是苹果醇，然后这个呢？这是我们的辣豆瓣。辣豆瓣也是你们的产品。对，也是我们的产品。辣豆瓣。
什么？什么？特级小厨师，我来到四川了。哎，因为我好吃辣，我喜欢吃辣。我在本乡都有一根辣豆瓣，哇，我现在脸很红吧？很辣，真的蛮辣的。哎呀，后劲好强哦！可是它有一个甘甜的味道。哦，我必须要赶快吃一个番茄。哎，我跟你说，它这辣豆瓣竟然配水果，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好吃辣嘞，就给它抖对不对？冇好吃辣。对，而且我觉得辣可以跟酸配在一起。配在一起。对，这样就是泰式酸辣酱。好，那我们还蛮辣的。对，我们比例1:5，就是水果纯5，然后辣豆瓣1。好。我第一摆是到水果做的温辣豆瓣的。很棒。你讲翻来就皮豆嘞。闻到后。好，调好之后呢，我把它淋下去。好。这可以依你的量啊。懂你。对。可以自己喜欢的。对。然后呢？当然，如果你想要吃再纯正一点的泰式味道，你可以加一点香菜。其实会很香。可以再加一点柠檬啊。是。对，就是那种天然的东西。好，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好，就可以盛盘了，对不对？好，既然大气，我们就用大气的料理吧。对，用手抓，嘿，很棒哎！你要用手抓，这样有那种大饭店大主厨的感觉。哇，皮豆都流很香，就会肚子很饿。很开胃啊，是，真的很开胃。好，差不多了。好，这样可以了。麻烦陈飞来调起来，用大家讲，而且大家什么该？酱香双鲜堡。来。真的酸头哈，比较酸头，酸头米，好香哦，有一点点的叉，金黄色哈，暗较香哈。跳油嘿，烧一下哈。哦，将烧油来咯。从那就开始。好，沙来要弄下水，不用下去咯。啊，頭先揭發嘅種子要俾照入去哈。香葱油哈，客家的靈魂啊。利用啊，你加炒下水嘅醬哈，淋上去以後咧，你跳啊，沒有米絲。哎。哇！講下簡單，乜嘅菜？將。哎，你講啊，你管我。將香筍鮮寶。這叫聲東擊西，不知道。醬香雙鮮，這雙鮮很厲害。香港我們最怕那個醇還有吃肚豆海鮮的時間，讓海鮮嘅甜味搶走。因為它的醇我剛吃了嘛，它是甜的，我非常怕它把海鮮的鮮味搶走，結果沒有。而且你合在一起，你知道這叫什麼嗎？什麼？雙甜。是不是？從鮮寶全部點嘅，真甜，再嚟到，唔講係自己嘅涼拌嘅你係水果，做啲感覺叫做醇嘅用心，因為長出嘅味道大家都甜，如果搭配佢嘅醇食起來嗬，唔會感覺到一種醬料嘅鮮質咧。韓國唔是像可能我們喝風醬還會調味，還會加乜嘅，完全唔是。吃醬啦，係，還有剛好吃咧。來吃來那個叫什麼豆瓣，豆瓣，對，豆瓣的味道。太厲害了，這個泰式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哈。對，沒錯。好，英英，你要對醬有很那層面演什麼？一位哈，有很深的認識吧？那你覺得這麼棒的醬，這麼棒的美人，你覺得要搭配，你要把你的主廚嘞？一搭配吼，用醬非常大量嘅主廚。我講加起出來是這嘿，醬，煮出來要怎麼樣？哦。它只要一個字就夠氣勢。什麼東西？你怎麼了？就
棒发力。哎，你丹田还蛮有力的，对啊生过小孩果然不一样。那我们就请他出来，呛一出。总是给主厨。哦，酱有吗？ 10个酱。妹妹。所以这样，好啊，看到美女就硬要站中间的，你明明位置是在这里的。就让你站，没关系，我这个人很大方，很棒，我觉得。插在中间，很舒服。不用，卡掉我没关系，你看这画面有多好看。Beauty and the Beast， 啊梦啊，唱過一點。好嚟聽哦，將唔家看到人哋美人煮兩套菜，敢唔敢要買？以酱油来说的话，做到这么清爽，那种感觉都不错，然后带出它的味道。真的好，很开心我们有了第一类接触。不好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对方握个手，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到嘎嘎鱼后生之我爱红娘，准备董凡毅哈，有董后为江，还有董后住处，他们两个要蹦出什么火花呢？我们进行下一个阶段。好，呛住处，请问一下住处，给一江来做哪个菜嘞？酱化鹅下水，鹅下水，哇，就掉入爱河里，看一下。江巴鹅。下水，鹅下水，哈水，太阳底嘛。紧闭呢，看到前面酱化，我就觉得主厨，你用心良苦啊，对吧？因为感觉酱化出来就是有那种大师要出手了，因为要配合美女。哎，你紧闭他甜筋哦，你比音出来的时间你比较活泼，今天美女来你就他连笑容都不一样了，哈。让他甜。好，今必做的迄虾水，虾水一般来讲，爱吃过的迄煮汤较多，我很喜欢吃下水汤，特别里面有那个蒸。哎，你客家话都嘛该？芡，哈。那今必你准备迄鹅的，好来介绍一下。鵝肝代表鵝線。鵝線，鹹睇晒是冇？鵝肝龍馬度睇就嗬。嘿。啊啲鵝腸。哦，鵝腸。還有嘛該？你要懂中醫嘞？鵝鰭，這就是蒸，好漂亮哦。這個一般來講，我們在以前在處理雞肉的時節啦，還有鴨肉時節，特別的雞肉啊變開來，細，你還沒聽到？刮膏，哇，好乾淨哦。好，開始來做，先切蔥誒，蔥誒哈，切斜刀哈。那記得啊，細細嘅時節要加油吃雞啊，吃鵝吃鴨啊。阿婆迄啲磨痕啊，就會攞雞鉗啊，韓國嘅鱔拿出來輕，然後生嘅啲蓬筍，就唔會臭人。有冇？雜邊嘅有冇？阿婆安靜吼，幾下難處理，都本身也搞。係啊。你要問陳飛有過嗎？有啊，有嗎？有啊，還有那個腸子啊，對，然後最常挑腸子，在那邊捅，對不對？然後就把它當做在玩，小時候的玩具，就唔會臭你。原來，他家長的阿婆全部共用啊。好，你共用哦，辣椒切絲，你愛泡水嘛？我泡水係啊。泡姜蝦。我泡姜蝦做的，好。葱要來一來。鵝腸很厲害，佢不管係撈嘅嗬，也係煮湯嘅，也係濕來煨，當好食。這就是都是炒韭菜啊。係，好，芎樣切一團一團嘅。嗰時候咧，冇聽斷嚇。冇聽斷咯。塞下去叫佢叫啫。哦，油落劈，然後佢變咯合泡。哦，按煮下一夾哦，冇煮太久，冇個落。用咗嚟收嚟。好。咁還要煎嘛嘅東西嘛，磨出四槍來就好咧。四槍之後咧。四槍啦。啊，你要是它切的話，一個小秘訣啦哈。哪個小秘訣？用放點蘇打下去哈。哦。蘇打粉。蘇打粉。泡點蘇打粉下去。幾個原理係用辦？有一邊切哦。一邊切。有一邊切係。沙來處理嘛該？後來是鰭啊哈。鰭。啊，鵝鰭動態就。嘿喲，哇，好漂亮哦。好，像沒說阿鰭安食好，給安來講好。但你啲鰭可生臭啦哈。嘿。生炒啦。哦，要生炒。生炒哈，所以有啲鰭有嘛。鰭毛嘅啦哈。哦，很大聲哦，鰭毛嘅哦。鰭最好食的。鰭就是咬唔會甜痛。係啊。好，老鰭嘅鰭嗬。
要啃那个肉吼。一件啊，細細啲切水煮下。哎，煮俾爛啊。係，生意會做口香糖。會啊。好搞嘅，哎，好像大家小時候記憶都差不多。真的。好。好。用下來，呢是鐵發啦哈。哇。冇團啦哈。哇，好漂亮哦。等下煮開來一定都好看。係要開花嘅。係，啊你咩當好熬？係。馮東東看起來就非常嘅似哈。真嘅，黑魔講啊，我會覺得它是黑尾魚。哦。好冇？真的很像。嘅紋路哈。係啊。請講。因為啊下水哈，其實不用下去煮當夾，它加工咧，所以講，你頭前要切啦，要處理，要洗哈。好，切飯要切好嘅吼。你喺鉸嘅肉嘅部分，鉸咧你起鐵咧吼，你喺處理乜嘅？鵝肝，鵝肝係鵝鱔，鱔牛肝連胸下。個鱔吼切片，它唔會熟啊。鱔凍難熟啊，切片。哦，鱔它難熟哦，切片泡泡嘅吼。肝吼切片。鵝肝。鵝肝。師傅，我不會試嘅鵝肝啊，我用板看嘅肝係好嘅。然後內臟嘅東西吼，就是不要有嗰異味啦。冇有鮮呐。佢應該食咗嘛吼，可以放，這樣，佢粉嫩那種，蔥花肉啊，會醬啊。你看那個五個是肝硬化嘞，還有黑心。啊你好嘅哈。好，好，你喺開始來先濕東西哈。好。我先濕乜解？挑牙先來。挑牙先來哈。要營養啦哈。頭面毛老幾用嘅就係去頭切就係營養。高級。師傅，你湯過下一隻個炒冇？也唔是炒，也唔是。係咧布袋時候咧。哈。主要炒了下水的。營養唔好通完久啦哈。做唔成湯，誒保留下車肚。好啦。難不用做，好，會痛到。好。誒，你出去湯你天天係冇？我還有下水。好，係啊，哦，你成湯過。好，芎藥嘛，吼，即係用芎卜水嚟湯，吼，下水成湯。鉸成湯啊，吼。鉸成湯。湯下時候咧。做唔得聽說過。即係會炒過。既然愛炒嘅東西，做乜愛成湯？因為吼內臟嘅東西吼，它超熟。哦，唔講講。湯一下吼。鮮湯嘅吼。它強力胸啊，因為內臟還係有血水嘛，哈，講佢湯一下雜質跑出來。好，乾鬧蟬咩湯過嘅哈，好。鵝腸。鵝腸，鵝腸。哦，我知咧，你有上次看到細細嘅鵝腸，所以油哈，溜出去哈。安尼煮當槍，適合要切切。好，沙來做乜嘅？炒。哦，一炒。好，先來。蒜頭哈。白蒜頭。蒜頭米哈。蒜頭米較多條哈。係。因為它內臟嘅東西哈。邊個唔安重口味，這樣壓它。好香哦！那個蒜頭米哈，炒的有一點點的擦金黃色哈，它有它香哈，你看它有一個比較沉的味道，它新鮮的那種辣度是不一樣。那個蒜頭的東西也是有層次的。好，底下哎嘛，挑油係拉嘛，拉哈，燒一下哈，好，燒滾起來哈。哦，將燒油來咯，滾起來，係滾起來咯。哦，你啊，魚露。好，魚露，就台灣魚露哈，唔係泰國嘅哈。係哦，我種泰國嘅哦，冇咁樣啊哈。沙來標乜嘅？胡椒粉啊哈。哦，胡椒粉。我哋咪黑葱條哈，葱米，黑葱條唔怕。米試下葱條啊。還有糖。সং色以外，代替我們的味精。從那就開始。好，沙來要用下水標下去咯。好，所以會滷一下哈。會醃下面哈。啊，頭先揭發嘅種子要唔要走入去哈？好，諗下嘅。擺盤。哦，
摆盘呀，哦，讲到摆盘，我俩张底哦，师傅，我想讲，马卡很多酱化，你俩的秘密以前来本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叫做酱化哈。你用马卡酱法？对啊，这个铁条的嘛，挑油锅啊，挑油锅，哎，哇，好厉害哦！你花了几多的时间5分钟？5分钟，哎，下工栩栩如生。你配不配用加那个酱香双鲜宝的个好？然后推，黑毛，它的灵魂。大家就想讲有2杂那里，原来在这里。好，按酱的盘呢，等下种安尼下水哈，好，来，也是用牙和布袋哈，好，哎，子飞，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师傅很有诚意？他除了入菜以外，还用你的酱油膏作画，而且还把你刚刚上一道的虾子的灵魂都叫来，香葱油哈，客家的灵魂呐，哇，香葱油啊，懂葱下来以后熄火，就把这个先铺上去了哈，好，先不用上去。利用啊，你加炒下水嘅酱哈，淋上去以后咧，你挑啊没有米稀，还知道你们党会发图哦，因为啊，我觉得色彩学很重要。你看下水色，然后你发下工的色是一致的。好，那么该你要葱的哈，哦，葱的哦，那用水里头，哎，水里头，加香油，我香油，要倒几刀？都全部都可以。全部哦，好，我知道了。你没底嘞？还没底。好，按照对嘛？差不多嘞。差不多哈。好，师傅家咧弄的那香油哈，先去烧比滚，哈，等师傅油哈，做对了哈，来，请看。腌了，哇！因为这样子淋呢，才可以把我们的葱的味道去掉一些，让它熟成一下。好，按你们是得哈，本太个看清楚的位，你还正面来，龙太讲，而且那个什么开？酱化而下水。来。讲很严重，你讲安用洗起来，它就是有鲜甜味。对，那个弹度就像虾子在那边跳的感觉，不止好看，而且很好吃。姜花藕下水，哈，哇，这听起来非常的国际化。你煮菜嘛，哈，一开始煮菜又有那种，就好像感觉很舒服，然后鸳鸯戏水的感觉。你有看到下工吗？有。那个下工的北威时间，它是往后退，那个弹性不知道跟我们的下水有没有一样？来，set 好吗？好。是之前海龙主厨跟我主厨，你今天真的非常的腼腆跟害羞，为什么？你现在有这道菜来夺取分数吗？你笑起来真的，好了，给你10分。哦，我说给你10分的时候，陈飞给掉台了，所以他也给你10分。这是我们第2类的接触。你有抓过虾子吗？虾子要逃跑的时候，给它这位时间，给它北位时间，给它用给背弄，安尼弹，然后打到你的手是不是很痛？出去用安尼设立下水用，葱的啦，吼，还有个芹，那个弹度就像虾子在那边跳的感觉，不止好看，而且很好吃，懂厉害。我们来问问女主角好了。好，我们先问女主角，你这是怎么样？真的很好吃。你有想到你的酱料可以成就一盘？对懂人来讲，你是像外国人啊，他们不太吃内脏。对。好，台湾饮食它懂。你觉得你看看这个内脏，一般人都会很怕。对。对不对？可是你的酱让这个料理变得怎么样？
变得味道很浓啦，而且不会有那个内脏的腥味。那用这个方式，我觉得好特别，真的很特别，好特别哈。當然嘅想講，因為清肥嘅調油當好，按搭配按你裝師傅哈，佢嘅你係酥味，然後你係醬嘅比例，韓國甜度、鮮味度，你係有比例做到當好。嘿，雖然講係內臟，不過按用起起來，它就是有鮮甜味。對，而且素海鮮哦，而且有層次。嘿，師傅，你真係懂厲害呢。日本咱主要用下水安尼做，也係講，根本因為陳飛帶來的醬本嘅想法。因為帶醬，還有一些成分哈，沒有放一些防腐劑哈，然後就是很純，不像外面的醬油都是有啲防腐劑啊，某是調高呀，因為設計它嘅醬油真的是不錯。各位觀眾朋友，你來到第三類接觸咯。認真，第三類接觸，主廚用暗號的料理，還有陳飛用暗號的醬，佢用啥？做得霹靂成功冇？來，請給分。握個手吧，從現在開始。你們兩個怎麼那麼可愛啊？真嘅當神夢亮啥？本人你嘅家家以後是有隻根本嘅有隻當然慢又當成功嘅節目俾大家看。好，已經這樣對醬有沒有更深一層的想法了？醬我就會好好的認識它了。真嘅呢，你醬很好。好，各位鄉親朋友啊，有啥時候你溫跳魚嘅時節，不管係跳魚啦，乜嘢醬料都同樣，跳魚按鍵哪啲東西，溫跳夫咩做得食，做一套暗號嘅料理咩做得食，對人哋食出來最基本、最簡單嘅，好好來品上去，好好來本來我們的食材這麼的圓滿，這麼的好吃，重要嘅係你想要看到圓滿又神奇。還有我愛紅你還感覺，所以真是我看人呢，嘎嘎又好食。歡迎國家來主持。上來了哦，我們倆給他分了，你很厲害，而且我怎麼覺得我們倆像親家跟親家？大家好，我係醬油職人陳飛，今本您來家嘎嘎有好食嘅節目，介紹本大家無毒天然嘅調油，希望大家吃咧健康安全又好食，安之些。